你走，不去他那，看到我睡不着，我就那人没有啊，肯定在家，在多吃。叫到没么嘞，长春早起，没么嘞，这几老是东北南到中南，伢我们都不用给人家干了。他家母就是人家的大，那种全家大大，最早人家会木个铁路才给我，人家没靠人家的大体力差没在高。你们搞这个不能的，那个找到他这人家也敢吃那个，你说。